张烧饼分我一半，这等大恩，也是让我终身难忘的。大哥哥，你是不是也饿了？你也想吃烧饼吗？小妹妹，哥哥不饿，是哥哥的妹妹饿了。你能把这张白面烧饼分给哥哥一半吗？等将来，哥哥一定还你10张肉饼。真的，你没骗我？真的，我没骗你。好吧，我相信你。你将来要请我吃肉饼，这块大的给你吧。小妹妹，你真好。你能告诉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叫喜儿。喜儿，真好听。娘，来稻米了。哪儿来的没脸的东西，居然敢骗一个小孩子的烧饼！这个烧饼可是我当奴陪嫁的银簪子才换来的，居然被你骗去一半。这个大嫂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只是暂时落了难。等我回家有了钱，我一定还给你10张烧饼。还？你骗谁呢？这年头，休说你一个叫花子，就连官府都不讲信用。说好的每人每户1两银子1担米，结果呢，只是给了这么点发了霉的陈年糙米。你们淮阴县也是如此吗？哪年赈灾不是如此？不利的灾民尚能领到少许白米白面，到了我们县里，就只剩下这发了霉的陈年糙米了。再到下面各个乡村，剩下的就只能是糠皮了。喜儿，以后可不能这么傻了，这些人都是骗子，骗你的。喜儿，你一定要相信哥哥，哥哥将来一定会还给你10张肉饼的。我呸！还不快滚！老大，来，吃点吧。你呢？我已经吃过了，我只讨了1张饼，我吃了一半，另外一半留给你。龙小弟，你对我这样，我真的挺开心的。可是我吃不下。那你不吃东西怎么行啊？我好难受。龙小弟，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。别说胡话，咱们2个可是拜过把子的，说好了要男同党，同生共死的，所以为了我，你一定要撑下去。我尽力了。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？第一是恶，第二是丑，第3就是死。龙小弟，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。可以的。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。放心吧，人不死，账不烂，你一定好好撑着。要是你不在了，我来账了怎么办？你不会来账的，你还会整顿吏治，革除疾病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因为你是一个好皇帝。我之前说过，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。
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，你真的很好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老大，谢谢。所以你一定要撑住，一定要撑住，撑住来监督我。龙小弟，你哭了。原来龙珠是咸的呀。这是我第2次看见你哭了。其实，我原本以为，在我父母死了以后，我就已经是铁石心肠，不会再哭了。没想到，上一次我是为了百姓。而这一次，只是为了你一个人。有你这句话，我死也知足。老大，你不会死的，老大，你不会的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花儿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。我走了，一欢怎么办？他冒险向我示剑，一定会暴露自己的藏身之处。他轻功虽好，但此刻重伤未愈，一定会很危险。可是我回去也救不了一欢，反而会把自己也搭进去。一欢几次为我不顾生死，我却自顾自逃了。我如此胆小自私，又有何德何能君临天下？我不仅是一欢的龙小弟，更是大清的皇帝，又岂能因小失大？死丫头，轻功那么好，武功却平平。现在我刺伤了你的脚，看你怎么跑！带走。是。起来。主子，怎么是你啊？一欢呢？就一欢。喜儿，还认得我吗？是你呀，喜儿，在吃什么呢？我娘煮的野菜糊糊，家里的米面都吃完了，只能吃野菜了。我娘说要再过几天，连野菜都没得吃了。这位公子爷是？我就是那日分走半张白面烧饼的叫花子，这次过来兑现对喜儿的承诺，还你们肉饼。真的？娘，我就说嘛，大哥哥是不会骗我的。哎呦，你看我这眼睛，那日小夫人说话多有得罪，还王公子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以小夫人一般见识。没事的，大嫂，在这灾荒之年，人人都只能顾自己。这喜儿啊，
能把仅有的一张烧饼分我一半，这等大恩，也是让我终身难忘的。来，肉饼，整整10张肉饼，赶紧吃吧。娘，你先吃吧。谢谢公子爷。大嫂，能不能把这碗野菜糊糊给我喝呀？这公子一看就是出身不凡的大富大贵之人，如何喝得这个呀？大嫂，这是周钱，这可如何使得？没事儿，收下吧，这是我欠你们的。相信我，很快朝廷就有新的赈灾措施下来，到时候就再也没有人能骗得了你们了。李太医，眼下易欢还没有消息，但是我已经决定明日回京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主子言重了，主子乃万圣之尊，不宜久离京城。而且太皇太后已经传来懿旨，催主子回宫了。最重要的是，眼下山西有数十万的灾民急需朝廷的救助，更有看似表面祥和，其实已经危机四伏的朝局，需要我去治理整顿。这是易欢为何宁可牺牲自己，也要救我的原因。所以，我不能辜负他。主子能以国事为重，是臣妹之幸，更是天下百姓之幸。请主子安心返回京城，寻找营救臣妹之事，就交给臣去做吧。臣正在想办法，通过一些江湖人士，打探那些黑衣杀手的下落，相信很快便会有消息。那一切都拜托你了。其实，在我的心里，你并非我的臣下，而是我的朋友。易欢更是我唯一的红颜知己。如果他，那将是我穷尽终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。